正段消息来看，国民党到底是要派谁来选总统，一直无一个定论。阿公认为是，洪认为是可能会洪征调的人选之一。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传出讲，因暗要去美国来访问，地点选伫波士顿。虽然郭台铭的办公室来强调讲，是要甲当地学生来面谈交流，但是郭台铭挂伫的总统蔡英文，甲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进前要去美国，是毋是都是为着要选总统来暖身呢？这就唔真知咯。2018年6月，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加前美国总统川普做伙伫美国威斯康辛这个州参加富士康的动土典礼，两个互动真好，看起来交情袂歹。说来，会 say 个 hello， 或者是他看我顺眼了，说哎 ，Harry come here， 我们说几句。2019年12月，郭台铭收到美国白宫邀请函，到美国10天，国甲川普见面。大概去美国所见到的人，拢是重量级的大人物。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又搁听讲郭台铭要伫英暗要去访问美国。我们对于所有蓝营的朋友，我们能够支持的、能够争取的，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全力的争取、全力的支持。那郭董是我们蓝军非常重要的一份子，我们一定来全力的让所有的好朋友团结在一起。看伫总统蔡英文29出国访问，民众党主席郭文铁4月份要去美国进前抢先一步，时间点选了正巧妙。郭台铭办公室表示讲，即摆美国头一站会到波士顿，甲当地学生面谈，敢会甲美国政要见面？办公室人员无加讲。是讲国民党才讲要针对可能被定调的总统人选见面尔，即摆郭台铭都无已经去到美国，敢讲真正是要为大选提早做准备。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